们的热情，好不好？来，局长。有感觉无？无感觉。为什么这1万块？为什么连一般户郭台铭若是长照还是私人、身障还是私人，伊买当摕到都不用钱。那么有我就平安又顺利，花花世界多健康，他乡小朋友，真的爱你，我陪你跳探戈，最高最高的探戈票，别自寻烦恼，今朝的一笑，明日看浪潮。来问题总得轮到你。想本来山山水水水来水去，来来路路爱来爱去爱人那随心，把自家把好快乐逍遥，别自寻烦恼，今朝得意。今天带着我们行政团队来参与义德发这个集团里面的这个各位伙伴，我们的活动即将开始哈，大家帮他紧张的啦。你有没有看过主持人在上班哈？老人化的社会的来临，以及我们的视障朋友，确实都非常需要我们的照服员。怎么样提升照服员的一个尊严，让社会大众知道他们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也跟我们的这个卫生局长、科长，我们一起来第一个除了庆祝我们63照服员的日子，那我们也期许我们更多的乡亲能够呢了解到他们的辛苦。那确实有非常多的个案，有非常多的这个家庭都非常需要我们的照服员哦。那我们一起来关心他们让他们呢工作的更有尊严，能够呢为更多的朋友一起来，会集结我们的这个长照机构的这个社区理事长哦，以及我们所有的机构，我们一起来这个做这方面的推广。那实际上平常我们在照服员的这个区块，那县政府这边的卫生局也针对这照服员有相关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这个措施哦。但是呢，怎么样让社会大众更了解？那实际上如果说以我们的这个以日本来讲的话，他们的照服员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但是台湾的话，非常多的这个做这方面的照顾，我们还是仰赖非常多的外劳。那实际上在日照长照这个部分是可以变成一个产业的，那可以呢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呢说真的，同样语言的话来做相关的照顾，它会更加的这个大心了哈。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多来关心我们照服员，让他能够呢做得更有尊严，做得更快乐。我们中央政府在104年的时候通过长期照顾服务法，在106年的时候开始实施长期照顾服务法，但是这几年来，都没有相关单位在重视这一些辛苦劳苦功高的照服员，所以我们今天特地举办这个照服日，主要其目的就是要提倡照服员社会地位，以及提倡照服员他们的辛苦。那也呼吁各界，呼吁政府重视照服员他们对这些失能者以及长辈还有失智者的照顾，他们真的是现在已经很专业了，已经有很专业了。那所以我们义德化集团呢，特地在今天提前来办照服日，呼吁各界来，我们一起来响应。好，谢谢。正宗就是就是有住院，我甲伊去陪病院甲顾，我看到人的看护即嘛袂歹咧，这会当照顾老人，佫会当有功德，佫有意义的呢。我讲我有一天我嘛要来去做照顾所以说有这机缘来去训练来啦，就自从92年到今就拢开始做到即嘛，拢做17年，16年。63照服日在，好，过来一个耶好不好？63照服日耶。